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集嘅酒店開箱會同大家介紹吉隆坡嘅成功時代廣場酒店。呢間酒店嘅特別之處就係有間素食餐廳喺14樓，早餐時段會提供素食嘅自助早餐，而午市同埋晚市就可以散叫唔同嘅素食菜式。酒店嘅自助早餐只會提供素食，用餐時間係朝早嘅6點半去到10點半，食物全部都係無五辛。部分嘅嘢食有蛋奶嘅成分，食物名牌上邊會有標示。自助區嘅右手邊有2個檔口提供馬來西亞嘅特色嘢食，食物嘅款式每日都會有啲唔同，例如有素喇沙老鼠粉、素魚乾仔碟豆花飯同埋素魚丸米。有廚師即場整印度薄餅，隔離有2款醬提供，分別係番茄醬同埋椰子味嘅醬。喺熟食區亦都有咖喱同埋印度菜。多士看得好脆，隔離放咗咖椰、牛油同埋朱古力醬，可以自己整咖椰多士。多士隔離係蛋料理區，可以叫廚師整奄列、太陽蛋、炒蛋同埋煎蛋。奄列嘅配料可以揀素肉碎、翡翠苗、芝士同埋青辣椒。中式嘢食方面就有粥、炒飯同埋點心。粥係加咗素肉，粥底比較結身。隔離放咗6款配料，有油炸鬼、芫茜、炸米粉、葉菜、花生同埋胡椒粉。西式包點就有牛角包、餐包同埋丹麥酥。甜品方面有涼嘢糕、窩夫同埋 pancake。用餐環境都幾大。自助區仲可以遠距離望到雙子塔。睇完自助早餐有咩食，我哋依家返上房嚟個 room tour 啦。我哋訂嘅係專櫃房，大約600幾尺。房間嘅顏色以紫灰色為主，所以望到黑黑沉沉。窗出邊係街景，可以望到對面嘅Lala Pot。廁所同埋浴室係連埋一齊，中間有門隔住。一入到去就係馬桶同埋洗手盆嘅位置，再行入啲會見到浴缸同埋企缸，隔離仲有一個洗手盆。浴室鋪咗黃色類似雲石花紋嘅磚，而洗手盆就係墨綠色，整體感覺好舊。電視下邊嘅櫃放咗茶包、杯、小食同埋熱水壺。小食係可以免費拎走，不過要注意。有啲小食唔係素食。隔離就係雪櫃。雖然間房好大，但係有一樣嘢我唔係幾鍾意，就係沖涼之前要提前15分鐘撳掣加熱啲水，咁沖涼先至可以有熱水供應。酒店嘅 lobby 喺14樓，同一層係食自助早餐嘅餐廳。15樓係泳池同埋健身中心，樓下嘅商場係類似香港嘅西九龍中心，鋪頭主要係賣衫同埋美容店，有室內嘅主題樂園、餐廳同埋超市。酒店喺成功時代廣場嘅上蓋，如果大家係 call Grab 嚟，建議大家揀酒店大堂落車，又或者喺成功時代廣場嘅門口落車。行入商場，轉右直行就會到酒店。酒店附近係單軌列車站，一出站就會到成功時代廣場。總括嚟講，酒店嘅設施同埋設計都比較舊，但係素食嘅自助早餐真係值得一試。如果唔係因為有素食嘅餐廳同埋可以食素食嘅自助早餐，我諗我未必會揀呢間酒店。今集嘅酒店開箱就嚟到呢度，我哋下條開箱片再見，拜拜。希望大家會鍾意我嘅影片 ，subscribe 我嘅 channel，like 同 share 呢條片俾更多朋友睇，仲有 follow埋我嘅 Instagram。